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么多人常被帮人看家居风水，发现绝大多数基金都有同一个难题：人口基数又不算低，一年四季勤勤恳恳，开到了年底银行卡空空，存不下半分积蓄。很多人把问题归结于行情不好，工资太低，其實根源不在外界，而是家裡3個關鍵位置藏着漏財隱患。今天我教大家一套最簡單零成本的飲水聚財法則，從現在到2026年末，清理家中3次財位，擺上夜晚清水，理順家宅氣場，關注胡亂開銷，真正做到財能進門，錢能入足。老話講3觀人丁，水觀財。很多人一聽這話，立刻心中充滿大魚缸、大水晶擺件，以為有水就等於有錢，這是典型的誤區。風水裡的水代表流通、收納與沉澱，對於我們日常的收支、每月工資、副業收入、租金是流入的河水，買菜、消費應酬、衝動消費是流出的水。錢和流水一個道理，完全不流動業績過不下去。但經常剛到漲就盡數花光，收入再高也只是過路財。跟你說的一碗清水不靠法器，不用輔助，而是直接清水提醒自己規整家居，梳理財務。水面清澈更是掌握要分明，完身完整。大家辛苦賺來的錢財也要用其承接，等其完水，倒比我們定時整理房間、清點收支。不少人看風水一上來就拿羅盤，時刻東南西北。可自家玄關堆滿雜物，帳單隨處亂扔，就算走對方位擺放擺件，氣場雜亂，財氣根本落不起。我這套方法不只做固定方位，只看家中3大功能區，分別骨幹、理財、理財人才算完整備案。第一處玄關，財運財位，財氣入戶第一道關口，關注衝動消費。第一個要收拾的位置就是進門玄關，全家所有人、所有外來機遇的必經之地，是承接戶口。現實4戶人家8戶玄關一團糟，穿着的破鞋隨意堆砌，網購機半夜不拆，是雨傘靠牆滴水，甚至環保袋、過期宣傳單、無用舊雜物全部堆在門口。每天進門第一眼看見一堆雜亂瑣事，人心容易浮躁，一煩躁就容易衝動消費。總覺得花小錢無所謂，日積月累便是一筆大漏財。擺放清水前首要任務是清空整理，破損細節積積都齊，快遞紙箱及時拆開處理，預計晾乾收納，過期單據甚至雜物全部清理乾淨，鞋櫃擺放整齊，不用跨過雜物才能進門。清理完畢後，在玄關內側靠牆、衣櫃、鞋櫃台面角落放一碗清水。切記不要擺在大門正中間，也不要落地擺放，避開風口、垃圾桶和濕雨傘。當然不用追求高價聚寶盆，家裡溫正無裂紋的陶瓷碗和玻璃碗最合適。一次性塑料碗輕薄易打翻，金屬碗長期沉水容易流水溝，都不推薦。清水到7、8分滿，預留餘量，避免走動灑漏。地下第一張托盤，防止水質腐蝕木質家具。水裡無需加鹽，應避水晶，以往乾淨清水足矣。東西堆砌過多反而擾亂起處氣場。之前看過一對夫妻的家，兩人穩定上班，總收入可觀，每個月的確分文不省，互相指責對方開銷大。記得拍一下玄關照片才看清問題。堆積大量重複購入的清潔用品，不合身為退換的衣物，拆開從未使用的商品。大半錢財都消耗在無意義的衝動採購上。人收拾玄關擺放清水，每次換水順關擺放清水，每次換水順帶檢查門口新增新積物品。3個月後再用下賬單明顯減少，才明白家裡漏財從來不是大額支出，而是一復一夜不起眼的零碎花銷。玄關整潔通透，外來財氣才能順暢入戶，從源頭減少盲目消費。第2處客廳聚財位，守住家庭共同積蓄，避免家庭因財失和。財順利進門只是第一步，再要存下積蓄。關鍵看客廳第2個財位，誰主掌管全家共同資源，決定收入能不能在家中沉澱留存。很多人在客廳角落常年堆積故障小家電、過期舊報紙、閒置禮品，散亂帳單，所有人都習慣把待處理事務放，嚴格講心不煩。
长久下来养成放任漏财的习惯，甚至服务忘记取消持续扣费，账单拖延逾期产生罚金，夫妻收支互不沟通，矛盾越积越深。挑选客厅稳定角落摆放清水标准很好分辨，不靠异常走动通道，背後有絲綢或櫃體作靠山，過程適中，遠離掃把、垃圾桶、空調滴水槽、電視櫃側邊靠牆矮冰櫃都是絕佳選擇。擺放前清理角落，身外物品決定維修或丟棄，過期文件分類銷毀，藥物單獨收納，隔離賬單全部拆開核對，無需空空利用板件，留出一處乾淨台面即可。還稅建議固定每周同一時間，必要周一清晨。還稅時一家人花10分鐘核對本周開銷，檢查有無重複扣費訂閱，即將到期的信用卡賬單，長期限制未使用的付費會員，稅月固定大額支出。很多夫妻一談及錢財就爭吵，根源在於從未共同梳理收支，只單方面指責對方浪費。有一戶家庭，丈夫每月上交家用，並不過管賬目，妻子獨自操持所有開支。二人客廳角落對門散亂銀行單據、限制電器，兩個視頻平台重複扣費，半年未出的健身會繼續扣款，雙方都默認對方會處理，白白浪費不少錢。清理角落擺放清水，每周還稅同步核對家庭開支，慢慢放下互相埋怨，一起規劃節省方案，減少外賣，取消無用會員，每月能穩定存下一筆錢。客廳清水的意義是提醒一家人共同管理錢財，釐清共同開銷，財氣才能在家中停留沉澱。第三處書桌理財為掌握收支主動權，杜絕糊塗作帳。不少人終於奔波勞碌，一年到頭存款毫無增長，問題出在第三處財為日常處理賬單、核對財務、規劃收入的工作台。有書房就放在書桌側邊櫃面，沒有書房。平時對賬、繳納物業費、整理保險單據的餐桌一角就是其處。做生意的朋友整理貨款、核對往來款項也在其處。這個位置切記遠離插座、插排、電腦充電器、路由器和電器，保持安全距離，杜絕滲水擋路隱患。很多人家財務單據四處散落，寫櫃晒銀行信件、餐桌堆繳費單、重要保險文件收納混亂，還款率全憑記憶，分不清每月固定支出，仲會以為手頭寬裕隨意消費，等到催款頭來才手忙腳亂。這款清水不用每月檢定，維持還稅長期自己完成，一旦拖延已久的財務小事，取消信息自動續費，歸檔保險單據後對未收回欠款，順利下月固定支出，不用一次性處理全部財務難題。日積月累，零散小事匯總起來，就能堵住無數財庫漏洞。曾經一位做小生意的客戶，私人開銷、店鋪貨款、家庭開支混在一起，工作台、雜物堆積，單就會隨處亂放，生意匯款到位便肆意消費，客戶拖欠款項卻遲遲不追，資金周轉時常緊張。清理台面擺放清水，每月收工還稅前復盤3件事。當日未收回款項，下周主要收入來源可縮減的不必要開支。一段時間後分開私人與生意賬戶，定期跟進回款，不再見餘額就隨意揮霍，收支規劃清晰，生活不再被動慌亂。這處清水是都從我們經營財務問題，牢牢掌握自己的財運主動權。擺水核心細節與5大絕對禁忌，很多小戶型天天踩腳。沒用錄。更關於高級昂貴擺件，這種完好崩裂、無缺口的陶瓷或玻璃碗就能用。清水7、8分滿最合適，吸冰滿最合適。今後嘗試多層，乾淨穩定環境，最多冷熱溫力，改善溫臭，產生溫臭，產生異味立刻更換。洗水溫咗代表家在氣場雜了，舊水直接倒入下水道，洗淨溫繼續上新水，無需多餘儀式，簡單才能長期堅持。很多朋友問，刪除危機是否要同時擺放？不用強求，家裏雜亂，優先從問題最嚴重的一處着手。玄關堆滿雜物，就先打理有無為。夫妻常為錢財爭執，先整理客廳，逃避對賬就先收拾工作台。精心養好一碗清水，遠征野山玩水長期混濁，無人打理。再講5個嚴謹擺放清水的區域，安全永遠是風水第一準則。第一，床頭枕邊不可擺放。
一間企業容易打翻稅基，只是重聘貴地，自身美轉，我是當就趕上難運，沒必要額外加稅增施。第二，廁所馬桶周邊杜絕擺放，衛生間本就水氣濃濁，地加清水只會加重全屋潮濕，還容易被清潔污水污染，反而耗散財氣。第三，廚房爐頭附近絕對不能放，灶台有明火也有，玩具手也容易開雷，清水潑灑也有，極易引發燙傷，風水再好，人身安全危險。第四，暴曬窗邊空調下方各規定端不宜擺放，開窗落位，易曬加速水質變質，空調滴水會混雜污水，高處擺放不慎跌落，容易傷人。第五，插座、托板各類電器旁定期放水，這是生活性最容易忽略的致命禁忌。清水一旦傾倒接觸電路，會引發漏電斷路，危及家人安全，找不到安全位置，寧願不擺放。三種藏在家中的財富，清水布局幫你一並守住。很多人誤以為一碗清水能憑空變出橫財，這是誤解。這套方法真正守住三類容易被忽略的財富。第一是收入財，工資、副業、租金、養老金都屬於穩定收入，相關保值與客廳手積蓄、工作台理賬目三方兼顧，收益穩定可控，不用大起大落。第二是不漏財，衝動網購、重複訂閱、無效社交開銷、逾期罰金都是隱形漏財。刪除清水倒逼我們清理雜物，核對賬單，堵住無數契稅破財缺口。第三是健康財，家中地面潮濕，雜物堆積容易導致老人、小孩磕碰受傷，看病花銷會大幅耗損積蓄。原來電器放水，規避觸電風扇，定時換水，留意屋內潮濕沒病，身體健康才是健康，才是最大的家底。所謂財神入戶，從來不是天降金銀元寶，而是一份穩定工作一筆省下的無用開支。一家人坐下來好好規劃收支，提前化解家居安全隱患。只擺清水卻不整改家中亂象，玄關依舊堆積箱，賬單持續擱置，盲目跟風投機，再好的布局也起不到作用。刪除清水各有對應行動，相關配扣至衝動消費，客廳睇每週家庭對賬，工作台係每日處理一件財務瑣事，行動跟上布局，才算真正飲水聚財。還有三類人，地板擺放妥當也容易財氣散盡，大家對照之前，第一週剛清理完玄關，轉頭大量網購填滿家中，房屋淪為雜物倉庫，財氣進得來卻無處落腳。下單前問自己家中是否有同款，3時間內是否會使用務必收納為止，回答不出就暫緩消費。第二種，自收拾家居環境，可以回避所有財務單據，信用卡之外都他人欠款不敢追回，表面整潔，內心財務一團亂麻。每週晚睡長期自己拆開一張單據，紙面數字才不會持續破財。第三種，全家就一人收拾打理，其一家人肆意破壞整潔，洗衣亂堆，單據亂扔，久而久之情懷之人神經俱疲。簡單定下全家通用規矩，快啲2天內清理，每週固定1萬元的開支，大額支出共同商量，全員配合才能長久聚財。給大家制定企業整理規劃，循序漸進不費力。第一天開始家中刪除原始任務，第二天徹底清理相關雜物，第三天規整客廳主持角落，分揀廢棄物品，第四天單獨開闢固定對賬工作台，第五依靠選合適玩具擺放清水，跟6日梳理所有自動扣費項目，信用卡還款日，第7日全家走下規劃3月大額支出。7日過後再回看這張照片，最新改變的不是存款數額，而是內心不再浮躁，居家環境清爽，面對收支不再焦慮。風水從來不是玄學的噱頭，本質是順應生活規律，打理居家環境，理順收支規劃。清水即生活，家宅整潔，賬目清晰，內心安穩，財氣自然長久停留。從當下到2026年末，打理好家中3處聚水位，少一筆無意義開銷，多一筆穩定積蓄，一家人不會錢財爭吵，於是手裏留有周轉餘地，這才是普通人最實在的發達。